我来活动遮尔久啊，我嘛修足久啊，我一定掠着我修行的快的国条，我后摆一定会成佛。过一阵呢，即句你感觉安怎？即句咱感觉安怎？我一定掠着国条啊！无问题，我绝对会当成佛。当咱有即种想法的时候，你通记起来，因为无一定来啊，是安怎？因为我们不要去小看咱今仔日在咱意识当中迄种根深蒂固的习性，毋是遐好起来，无遐简单，毋是倒定鱼竿遐简单，绝对拢爱一点一滴真实的功夫，咱爱去个行的。啊，所以呢，咱今仔日一定爱去想清楚。我来当啊，我拢照时间。每一个时阵，我就来回